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全球的欠工真严重，台湾嘛无例外。行政议会前几天通过了方案，旅馆业、上港码头业会当聘请外籍中介的技术工，但是冇开条件哦。引进技术工对着观光产业等产业会有偌济帮助呢？今日咱做伙来讨论。 首先要欢迎的是立辉国际度假村的董事长郑国才。嗨，大家好，我是郑国才，立辉国际度假村伫台东地上。是，继续来欢迎的是主持导游小胖导游陈建钦。大家好。是欢迎，继续欢迎的是台湾总工会秘书长张玉民。大家好。咱嘛要欢迎哦，连线前台南市观光旅游局长郭金惠，局长你好。 大家好哦，我是郭金惠。好，咱今摆先来看哦，行政院通过了跨国劳动力增进的方案，在本国劳工权益优先的前提之下，除了是制造业的雇主替一个本国劳工加薪水2000块，就会当加一个移工的名额，嘛要开放到旅馆业。 港口码头业有条件来申请移工，伫明年开始后，要伫移工的目标国设立跨国劳动力的延揽中心。来看新闻。 产业变化紧，台湾阁袂啉少惊化。面对欠工危机，行政院通过跨国劳动力增进方案，伫本国劳工权益优先的前提之下，要开放外国技术人力。针对制造业欠工严重，雇主若替一个本国劳工加薪2000块，就会当加请一个移工，上悬增加10%。而且外国技术人力留用放零加上悬100%，毋过也是袂当超过总员工的一半。 我们希望能够运用合配移工的名额，给予诱因，鼓励企业帮本国劳工加薪。另外，开放旅宿业、港口码头业比较制造业的方案，不过引进的移工需要有特定薪水后等语言能力。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他 part time 在我们这边工作的也蛮多的。毕业之后，如果有期望是说有在旅馆工作的话，那我们也会优先考量，是不是政府可以提出更完整、更 完备的一个计划出来的时候，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考虑。普通劳力的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码头工人包括很多种哦，比较专门技术的，比如开桥式机，那个30-40公尺，有的连爬都没有办法爬过去啊。针对新政策，部分旅宿业搁咧观望。那工商界是认为讲，企业若是经营困难，要安怎替本国劳工加薪，搁较免讲加请移工。如果他现在在经营，虽然有订单，可是他 没赚钱，他在苦撑，你加薪水，让这个企业反而更加困难。强化政府效能的部分，行政院嘛通过，明年阁要伫移工目标国设立跨国劳动力延揽中心，互国对国直接请移工会当落实。劳动部长洪成汉表示，目前上有可能的地点是菲律宾。记者综合报道。 咱即摆先来看这个方案哦，头一项就是制造业本国劳工的加薪哦，换移工的名额，就是讲呢，一个本国的劳工吼，伊若加薪水2000块，就当加一个名额哦，上悬是10%哦10%，啊，伊的聘国移工的名额是上限原本是40%，即摆要变做45%。另外，佫开放着旅馆甲码头业要引进外国的技术人员哦，这是部分嘛是讲，你爱甲本国劳工加薪哦，然后你就当加一个技术能力，上悬嘛是10%。 这薪水吼有一个限定，就是爱32000块来起跳哦。伊嘛有一寡资格，就是爱有语言的、甲技能的资格条件。而且吼，你若甲聘请3年以后，要搁继续甲聘请，你就爱摕本国劳工搁来加薪水。我看首先来请教董事长哦，就是看到这款的开放哦，对你来讲是真欢喜吼。真欢喜啊！我为着这个方案吼，嘛讲为着这个外国啊。 这个移工哦，讲移民的这移工哦，我努力很多啦。哦，我努力嘛真多，我伫这个报章杂志吼写过真侪文章哦。我感觉这个开放，即目前来讲是讲有较慢啦吼，但是有总比无较好啦。即摆无开放嘛，对吧？对你来讲，即摆困难是困难到什么款的程度咧？即摆吼，愈改善吼，愈基层愈困难啦。啊，困难吼，人像你讲啊，薪水伤低。 你个薪资较悬，确实有影无人做，吼啊！这吼，我是感觉讲吼，这政府的公权力吼，爱施展讲啊合法的是应该申请，
还是非法来应该都应该都袂使开，应该是要执行讲这合法甲非法的这个事业来执行到底，以及咱来先照顾咱本国劳工，安怎照顾？我感觉讲这薪水这是小问题啦，毋是大问题。加2000人敢没关系啦。我感觉2000，你搁加较济钱我跟你讲，你搁加35000或者请无人啊。这看，所以你即摆是你管业是你倒一方面欠，是讲清洁人员、服务人员，还是讲倒一个每一个所在拢欠人？会使讲，若讲你管业会使专门欠人啦欠人是愈改善愈欠人啦。即摆高改善，比如你来经理级别啦、协理级别啦，总经理级高好请人。你就是讲，你要带你甲你扫房间啦、创平单啦，还是讲即个洗碗池啦、烹菜，这是也是足困难。尤其愈远愈困难啦。愈高级嘛愈困难，因为你愈高级你过5000级的因为消费者抱怨的愈较侪，伊来才有期待嘛。有期待你5000，我走较远来甲你消费，你若无服务甲真好势服务甲讲我足满意的拢会互压求啦。压求淡该破网啦，万一都无就去消费者委员会你告啦，这足麻烦的。所以你一听到讲这政策要开放以后，我真欢喜。你敢有时刻想讲好我要找菲律宾的人吗？还是讲甲中介已经有一寡接触啊咧？我是感觉各中介即马都真侪人有为先去运作啦。我是感觉中介嘛是安怎管安怎做政府的严格管理我感觉啥物代志咱是会教育啦。政府是毋是要设置讲劳资的关系的管理课类似啦讲咱这头家甲新劳这关系这个劳动的这教育爱先行啦。你惊会发生啥物问题？我因为你头家安怎嘛讲甲新劳新劳安怎甲头家都他拢有一个对立的想法无共款，拢是对。你袂使讲新劳毋对，新劳嘛伊讲的我拢有真道理头家嘛讲伊真有道理但是这道理也有一个公道碑所以讲。咱若讲政府有一个公权力介入，讲一个公道费这个委员会布置的你莫讲搁伫部下骹下骹嘛有劳委会嘛有经济部嘛有退伍会真侪所在科技部真侪所在，你该算爱有够。咱先听其他的这个意见我想要问小胖就是讲你看这个问题其实伊是足久即个这个政策跟真正会当改善这个问题。其实开放移工是对的但是方式就当处长讲，你要层层改层层去管理。为啥咱即马咱讲迄个疫情过后，那遮济啦，欠了大家四个拢欠工，是人死啊济吗？无，是安那？你看咱即马有一个现象，咱我迄个即马少年大学毕业，我来去外国去拍工，一个月你的薪水台湾咱2万块。还代表2万块，伊会使拍2-3个工，伊欢喜，伊袂见留喺台湾。搁安那，搁一个现象，你即摆咱看，咱即摆咱这少年我即摆Uber 外送的，我要用头家管我要借一个，我去请无，我甘愿去做迄个 part time 的。我咧去外口，我来去走外送，我一个我欢喜我就走，无欢喜我就歹走。有一个现象，你种少年你绑袂掉。我讲你歹势，你甲我绑去遮，我一个月互你5万。你少年2度就业，像阮中高龄就业较稳定是所以我来去讲即马就是讲搁会使甲劳委会讲，你即马会使2度就业，甲咱讲45岁到65岁你若请65岁，你搁会使补助，因为即个老公第一个伊退休他2度就伊无代志做伊嘛讲你若有领退休金的人，伊有一个现象。我无搭咧讲，我有欠钱欠啥？有诶毋是你怎？迄个人有头路做，伊颠倒欢喜可是咱即摆有企业做，这60你敢好请伊？连伊个辛苦白菜咱都要负担。咱个企业的头家敢有这个想法？有人讲请这卖出来，请一只不拉坑个叫啥袂叮当，叫遐袂叮当，咱咧考虑会变哪哩？安尼会使学日本迄个方式，日本嘛是去一个过渡讲，我甲遐乐龄的那些迄个老人，那叫来2度就业，搁甲训练，搁甲好，去生活讲，伊既然无欠，伊还个啥，伊还个有代志通做。无你即马像咱讲，咱即马开放移工若无去管理，甲即马咱移工偷走偌济，
造成咱的地方的治安的问题，有无？有一感觉嘛，看到讲哦，伊载规车伊讲个，大家偷掠到拢偷走的，看到警察就走啊。啊，迄边啊，无管理、无控制。啊，即摆是袂在现象。啊，搁咱头讲，像当初你讲，咱看来遐渔工好诶，你若好渔工你留落来，我互你签证，我互你补助，我互你咯。啊，但是咧，咱话搁考虑一下，我即摆像我家己做旅游业诶，甲像头家做饭店诶，好。咱本土的佚佗人有遮济无？好，咱叫外口的人来佚佗。外口人不能讲，咱的公司讲啊，我今年哦按照目标是1000万，结果咧，今年来无到600万，啊，我饭店肯是要叫啥做？啊，你讲像当初对伊的景点是伫遐，啊边仔细间饭店的，伊著咧艰苦，细间饭店是毋更较艰苦？啊，这要哪去处理？因为咱的观光客无够济，毋通讲。阮做旅游哦，若你有钱的哦，算台湾啊；无钱啊，去国外，会变做安尼。啊，变做这摆反复的这样循环，会变做安那，愈来愈凄惨。无人无要做。少年人讲啊，我讲2万块叫我去拔几工，啊3万块拔几工，我大家互加赚的，我来去共去斗青帮无，到处斗洗碗池，你叫有无？叫无，你绝对叫无。我即摆啊无吼，咱即摆用机器化，我你讲员工更加害。你讲去叫遐外劳来，是毋是会好？吼，这个咱就爱去评估讲，我即摆叫外劳来了后，我要来去评估，人会较济无？会，但是过度是你是一个时间过了后，伊代志又搁发生啊。因为你无去，你从本土的问题的根啊，你无学起来，伊永远拢调遐。伊即摆来即马来啊！我即马开放菲律宾的，开放印度的人来啊！我本地劳工呢，还想说，我请你2000，加我请伊加2000，我问你我会使请下加几个，有限嘛？这一定会循环，代志佫一直出来。就刚当初对讲，这代志足久就发生啊，问题足久都一直无法度解决。啊，要安尼解决？那政策讲整个规爱跑。规个甲紧学起来，要安怎去处理？你像咱即摆少年啊，好，等个要食唔讨谈，然后所以要食唔讨谈，讲歹听。少年嘛是就对，咱都会就要食唔讨谈，就好逸恶劳啦。拢经好康的好做的，你像咱讲的，即摆我去做一个车手，领一买用掠着我就赚1500啊，啊你要做？这问题听起来足济吼，足复杂的吼，必须对安怎看咧？其实对于这件行政院宣布讲要替旅监业吼，会当开放活的这项，基本上我看法甲当初用人，我是持正面的看法啦。因为今摆台湾的劳动政策，尤其在移工这一块吼，其实要从根的，就像小胖导演讲，其实导游讲就是说，可能要从根吼做一个大翻转。以前咱的移工的讨论是讲，咱要保障台湾的劳动力，所以会做对限制，不如咱的移工的转换啊。瓶颈足济啊，甚至很多像咱即摆伊即件加2000，基本上伊的架构思维拢伫要保障台湾的劳工啊。但是当初顶讲的，其实伫台湾吼，咱的劳资关系某程度吼，甲以前无共啊，无遐和谐啊。以前是讲我袂当，当然即摆足人爱讲什么惯老板啊，但是我不喜欢用这个字眼的。因为古早时代就是咱有头家，互咱一份薪水，一个头路，咱要手艺，咱就认真去做。甲艰苦咱拼，因为了，咱也跟着养家活口。但是时代你变啊，你变啊，即摆的劳权啊起来啊，变成讲一个是契约关系。所以我讲我做偌济，你来花偌济，一种那一种师徒啦、亲情的感情，甲无，迄是咱即摆劳资关系。所以劳资是不和谐，状况是不稳定。啊，另外这个纯咱小胖导游你讲。即摆年轻人可能咱台湾这些年来吼，台湾是因卡巴迄个年代到即摆，咱即摆科技产业，像咱的半导体产通讯是全世界上强的，所以咱的 GDP 3万几，咱比韩国较济，感觉上台湾都好强，但是迄是局限在8万几人辛苦尔。其实对我们甲做雇主团体啊，工总还是商总吼，尤其商总，很多咱的就业者吼，薪水是没那么高，业者也不是那么的好过。那年轻人仗着往前的台湾的经济的好，很多比较辛苦的工作，伊是不爱做的。
所以变成咱做个基础劳动力找无人，比如当我当处长话要摒扫的啊，还是讲迄房屋的啊、清洁找无人。那当然进前为了推广咱的就业率，有推广所谓的中高年龄的就业，但是伊旅馆业那从当处长，就是讲伊的薪水条件较好。第一点，比如伊台东，你也考虑到伊的地缘是较偏僻的。那伊的负担不是只有薪水而已，伊个可能要一些食宿的一些安排跟照顾。那第二点，你中高龄迄个所在，一个45岁、50岁退休2度就业的，你要做房务，可能在你的体力上跟工作上，其实有些职能是无法度搭配。但是我们在讨论这些政策的时候，没有想到那么细，只觉得我的推广但是你推广那些人能不能到你今麦欠工上严重的几个行业，其实有时候都不上的，那就是现在问题。那另外一点，在跨国你迄个所谓保障咱讲劳动迄点哈，我这样讲啊，其实我们要走上一个思维啦，等于讲雇主团体才讲哈，无头家搞新人，但反过来啊，无新人也无头家啦，这是应该是一个共赢啦。像咱讲的，今年本来预计讲一年爱有1000万的观光客入来，到目前为止大概只有达到600万。接下来现在已经到年底了，看样子要达成这个数字是可能是比较不可能啊。那台湾当然因为台湾有一些国际关系的问题，所以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今仔日咱开放和旅馆业也当有移工入来，到底对观光产业有没有帮助？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另外一个角度。以咱想讲，日本啊有啊，做好的啊，但是日本会用较济迄种所谓的，不管是迄个。那因为资格外，那是所谓留学生啊，开始境外对某些一些行业开放哦，那是因为因为市场需求是够的，很多人去日本观光，它的产业是够的，它是真的缺人。但是基本上主要讲，境外住房率如果我数据无记唔对，到目前为止可能到5成6成尔，啊，基本上看不刚，但是这个都是成本。那以观光产业整个产业没有起来的时候，你把这个人投进去，因感觉我有捡到人啊。但是对乐港有帮助，对三亚有帮助，所以这都我觉得可能还哥爱稍微去思考一下。咱等一下来问董事长吼，咱先来连线吼，这郑局长哦，局长你敢有听到我的话？我是，你安怎看这个问题咧？就是讲，即马旅馆业若开放着偌济移工，对着真正这观光产业来讲，这品质会变好，国内旅游会更较好吗？我伫咧2020年的时阵吼，大概若是有即个。观光首长的会议吼，我绝对拢会提出这件代志，因为伫台南吼，阮有一个较，因为嘛歹势啦，阮伫咧 COVID 迄3档吼，台南有几若档吼，拢是咱的住宿率的第1名吼。啊，为虾米我会感觉讲即个是有一个迫切需要，嘛是真要紧的代志，就是讲吼，其实可能大家毋知影，阮后来欠加工吼，有阮的这饭店的业者吼，伊是。用算一间房间啊，请了偌济钱，吼啊来叫外口的这个咧专门咧做摒扫的人，你来咧斗做。啊，甚至有讲有业者，吼较大型的业者，伊规气吼，啊我即摆着欠工，啊我着房间数，我莫开遐济，我着单开，比如讲伊有300个房间，伊着开150个、200个，是安尼咧度日子的。所以对于即个外劳的政策吼，即摆会当行到安尼，我是感觉讲，至少这是一个进步，因为咱的囡仔吼，我伫咧台南，我有一个较挑战的所在，就是讲吼，COVID 的期间吼，遮侪人伊有看到别项的机会，比如讲即几档啊，上届小的话题就是即个迄个半导体嘛吼，大家啊，遮个公司吼，有哪足欠人的，啊，伊教咱真侪优秀的囡仔吼，伊着拄啊安尼吸过去啊。因的薪水可能是伊伫咧旅馆服务业的至少1倍以上，啊，所以伫台南，阮佫有即个问题啦。所以每一个城市，伊拢有每一个城市无共款的状况。所以其实咱当初是咧看这个政策的时阵，我是感觉讲，哦，好不容易这个政策终于有往前吼，佫行一步啊。因为咱过去吼，佫有用一个方案，就是毋定是劳动部。即个部分吼，咱佫有教育部遐有用一个用3+4的即个计划，啊，即个计划咧，其实咱有看到有一寡成果。问题是，咱的囡仔吼，咱甲外国囡仔囥来台湾咧读册，伫台南读册，啊，伫台南的遮个旅馆哦，遮饭店的业者遮咧上班，咧来做实习，吼，比如讲高中的话，就2个月
伊伫咧饭店来实习2个月来学习，安尼甲伊请工吼，一个囡仔请工吼，7档后伊毕业，结果咱无法度甲留落来。即马即个中阶技术工、中阶的这个主管吼，会当用这个政策，互这个囡仔若是优秀的，咱会当甲伊留落来，因为咱一定拢用成本咧甲因栽培，来甲因培养啊。所以咱即马有一个出路，会当互这个囡仔因有会当留落，啊无，但这3档加4档、7档过去了后。伊无才调，会当留伫台湾的。啊，是。做者就对，你即摆是人伫日本嘛，吼，所以你自日本的观察哦，你看到因的这个观光业哦，引进偌济移工啊，你感觉有倒一个部分吼，是其实台湾都爱注意讲，这个部分啊注意一下吼，可能咱本体的这旅游的品质哦变搁较好咧。其实吼，日本吼，因做诚侪工课呢，我嘛。其实因差不多伫咧1960年的西元1960年呐，吼，迄个时阵吼，因着做一个工课，因着开始咧做即个技能实习的制度啦，吼，技能学习的制度。啊，这实习的制度咧，一直到降时哦，其实因那训练，你也知影到2024年的6月，因拢总有差不多要43万的即个技能的即个。实习生吼，伫咧日本，啊，因咧安怎做咧？因吼一步一步咧行，安怎行？因为因嘛无爱来的人吼，无好用啦，所以因除了讲吼有即个即个实习的制度以外，伊后续伫咧，因希望讲伫咧2027年吼，会当甲换做叫做外籍劳工吼技能的发展的即个制度，啊，因也伫咧2019年的时候有上即个 SS。即摆局长的这个信号无啥好吼，咱先棚内来讨论吼。咱我就请教这当署长，就是讲头先有讲到讲，其实国内旅游哦，可能是年假啦吼，特殊的假日啦，这饭店拢订无房间，这真正是足辛苦的。但是其他的时间吼，其实房间也是拢有空啦吼。啊，即摆若偌济移工你甲引入来，啊你好食好住，啊安尼到时阵这成本嘛是增加，所以。安尼品质敢会变好？当然，这每一个饭店吼，啊每一个度假村拢有伊的悲哀所在啦。啊，实在是观光业吼，即嘛是恶性循环当中啦吼。这恶性循环都包括讲这机制的这教育啦、劳资关系、头家甲新落的这个教育啦，这教育管理哦嘛真要紧啦。啊，搁一个讲光荣性啦、荣誉性嘛真要紧啦。即摆做头家嘛，互骂到要死啦；啊，做新道嘛，互消费者骂到要死啦。而是讲，这个行业就才慢慢在变化伫这社会啦，吼。你安尼是感觉大家对旅游业的这看法是无公平吗？啊，当然是啊，这就是大家人拢无奈啦。这个有办法甲咱改善，只有甲政府俩啦。哦，因为政府它可以影响舆论嘛。哦，你安怎甲这观光业吼？感觉讲从事观光吼，是一个真幸福的职业。是一个真公营的事业，啊，一共服务一个做好事业，甲较早护士共款嘛，讲护士迄救人的事业，做好个啊，做公营的，即慢慢护士这行业嘛，慢慢即摆拢伊每家拢惊着啊嘛，哦，这白鸟啊，这顶头嘛压力嘛大，哦，所以讲吼，这管理方面吼，实在是有恶性循环啦。但是我是感觉讲，即马开放是一个好时阵，因为啊，大家做甲较是无大啦，哦，我想啊。伫我初步估计吼，我甲这头家人吼，这个管理这活动啦吼，互相来再讨论咯。过年前管了真济啦，上届这种算100间以上啦。过年后搁较济啦，你若管了还是间，为什么管了还是间？请无人嘛，你这人入来，你再搁限这菲律宾，哇，啊这菲律宾还搁模糊呢。过去是讲哦，印尼人较侪人做啊。这个菲律宾来，伊是干那讲英文尔嘛，伊柜台会使，较会使用嘛。伊订房间3个啊，也免讲一定讲大英文爱偌牛啊啦，是咪？伊也一做，上到要紧嘛，是毋是安尼？所以这经济细节吼，是毋是爱甲业者、甲专家爱坐落来讨论啦？啊，有公道要去支持啊！哦，啊，公会啊，支持，这就是咱政府的代志嘛。政府扮演一个公道表，讲啊，这安尼有理，安尼无理，啊，安尼爱安怎做？哦，这是咱讲实在，咱的父母官吼，爱甲咱主持这公道啦。哦，啊，即嘛是因
因为外头也无票啦，投票嘛输人啦，你投票也袂按投票，别投票啦。啊，所以我感觉是吼，这拢爱改善的啦。即爱改善讲啊，你做一个政治人物，你要为着事来负责任，毋是为着后摆选入着选袂着来负责任，这是真重要的这思考啦。是。哦，啊无这个公共业吼是后摆变边缘企业啦。无人要做啦，因为头家卖到要死啊，啊新罗网卖到要死，拢红卖到要死啊，啊啥物做啦？我签到这个小胖就是讲，当署长所讲的这困难处到底是虾米情形？就你的了解？从我了解就是讲哦，基层的无人做啦。那大家拢红卖，啊，咱佫感觉伊品质无够好。是啊，第一个有一个现象就是讲，第一个我即马要开放，我像当署长的房间讲，我有200间啦。我即马接入来量，伊就无法做。我请遐济人的时阵，我点到遐人嘛是遐怪成本啊！啊，我讲的本来就无好啊！啊，即摆你无好，我人佫少，我服务变歹，啊，一直循环，就讲即个人骂，迄个人讲，将来网络顶来甲你铺一个讲啊，这哦一青了内底饼无清气，啊分去啊，一句话就开始一群人啊！啊，咱即摆有一个现象欠讲的部分哦，咱会使讲对小甲顶来，像咱迄个时代啊，佫要着职业学校、职业学校，吼。啊，我读电子科，我读公共科的，我即摆使高中一毕业，我就使去食头路啊。因为我无出路，因为我袂晓读嘛，我来去这学校去学3年了后，哦，咱才开始投入迄个场所。啊，即摆毋是啊，即摆大家拢大学，咱那边迄个囡仔出去了后变安怎？我爱减3年的时间去甲人奋斗，读大学再来去学专科。我问你。囡仔的大部分就变这3年了无底嘛，大家拢大学，我来要去做的问题啦，你的竞争力就无去啊，啊无去时阵，你讲引摆无这个问题，啊即摆会引摆有人咧做啊，像咱头咱迄个秘书长讲的，引摆观念，头家甲咱请，咱有讲。有师傅，有咱有一碗饭，咱就去甲头家做。依照迄日本人吼，啊，咱若无要做吼，头家对头家歹势，有无？人头家拢看，啊，鱼帮水，水帮鱼，啊，即摆毋是啊。我为啥无好放假？我去老委员甲你告，啊，你若无甲我投保，一讲落了后，我敢请人，我嘛毋敢请。你员工了，一工假叫来，我请这个来了后，2工无来，就去老委会去搞检举，吼检举你啊，怎么啦？啊，你来2工都还袂试用，啊，即马规定的物件讲，啊，你来第1工你就要共投保啊，啊，伊都无稳定，你要甲他投保？我一工假我办遐手续办甲欢喜，啊，你嘛变到一个现象，头家无啥爱请本地啦，我惊了麻烦啊，我请外头咧，我请一个本土的，啊，即摆有一个现象，欠讲是事实。啊，免来去处理，啊，就这个部分，就讲除头讲，一定要为源头去找出来。就我讲的，咱的劳委会、咱的公共业去叫这人出来了后，你即摆袂使讲你坐办公室去大家讨论，讲啊安尼做安尼做，你爱甲业者，讲到底问题出现在伫倒位啊？爱甲物件找出来，要是再讲啊，这就破空啊，我屋企放大人讲无偌好啊，啊内底烂咧。永远内底拢无看。是，秘书长刚刚有法度，就是你讲的，种这品质的改善，主观工业来讲，引进外劳，甲品质的改善，敢有真正有法度来改善这个状况。其实吼，伊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帮助啦。其实当时你讲吼，其实咱即摆经济较好啊，囡仔讲大学毕业，甚至大学毕业，你要叫伊做基础，讲实来违背因的意愿啦。但是你公共业像咱讲，其实伊的服务品质是讲哦。比如讲，我有200间的房间，搞尾人开100间。你像咱局长讲的，台南因为伊是有一阵子公共做好，所以伊很多地方伊是满房，所以伊得去请外口人去斗摒扫。但是其他时间就像主持人讲的，就讲有当是空房，啊，这物件对于业者来讲是成本。啊，在这种情况下，伊要互伊迄个教育训练啊、技能培训啊、服务培训啊，可能就哩啦啦啊。所以伊服务人客可能就是有当下就有当好，有当歹。那台湾即摆，咱像咱讲，即摆台湾做出去佚佗，伊对旅游的品质是足要求的啦。啊，这种情况下就讲，所以开放外劳这点吼，其实我的立场我讲跟王立的立场不相同，我们是比较同意，因为我本身即摆是我们的劳动力政策咨询的咨询委员，其实
即摆甲以前无共，以前是咧保障基础劳动力，但这年代无共，你也无互这产业有机会继续生存落去，保障这个产业。等你有一天你这少年仔要倒来食来头路，这产业一定无去啊。那第二点，但在你讲薪资的部分，这部分我是另外看，就讲当然对薪资部分的本劳跟外劳薪资部分很多人想法，但是有一个角度可以大概分享一下，确保外劳的薪资某程度就是确保本劳的薪资啦。因为你确保外劳薪资料，你老板就要花更多心思去经营饭店，去经营这个旅馆业。那当这个行业好的时候，当到头家讲的，少年要去来做无？也刚刚这是一个有尊严的工作，伊就想要去来。但是金麦利亚如果用一个比较偏低的价格去取得一个外劳劳动力，而降低你的营运成本的话，说实在，以后年轻人也不会进这个产业。所以在某程度底薪资的部分，我们这边立场是倒觉得应该也是符合世界的一个潮流，就我们应该给它一视同仁，因为全世界都是进入缺工，所谓缺工怎样都是少子化，特别台湾很严重，所以有时候外劳应该说移民进来，移工进来对台湾的国力某程度是一种增长。像台湾工业乔外生，伊今仔等到局长讲的，如果他今天在台湾透过教育部的一些体制的规划的放宽，甚至劳动部也放宽的话，他可以愿意留下来，而取得一个比较稳定的劳动力的提供。唔免讲我1+1，我半年爱得，还是起码1/2的学期都爱得哈，而是今天我刚爱上台湾我老了，其实对台湾的整个的一个经济成长是正向的，而且服务也是正向的。所以对于这次的那个政策，说实在，我觉得在劳资双方面，其实我们是乐观其成啊。只是在细节上，可能我们必须再详细去规划，因为你光是加这2000块，到底有没有实际的帮助？而又限缩在1层，因为这些工作，我说实在，无啥人要做了，无啥要啊。既然你要开放啊，几个产业你盘点出来，有些产业是台湾人根本不想去做的，你是不是要再更大胆的去开放，让产业能够度过这个难关，让这个产业更好？那创造其他的附加的商业机会，你比如说我屏东人，垦丁的观光业好，相对那边的商家一些的有益活动，是不是更多了？但是如果你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甚至没有提到一个所谓国际旅游一个品质的饭店的话，你怎么去号召国外的人来台湾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劳资之间要去思考新的一个劳动关系。是头先秘书长有讲吼，希望讲透过这个外籍移工的引进哦，对国内旅游品质哦，买当的来改善哦。我想要请教吼，这郑局长哦，局长你认为讲吼，这跟真正有关系？伫日本来看哦，是不是？伊真正移工甲旅游品质会互相来互伊创造一个多赢的政策咧？其实因对移工的要求是真悬的。你第一你的日文也无够好，你无基本的这基础，你是袂当伫日本做这个外劳的来做引进我头个我嘛有讲到咱有一寡制度其实伫咧日本我看到一个足深刻的所在，就是讲你最近若有来若有大饭店，当然你会看到真侪，会拄到真侪外国的这个劳工以外。其实伫咧即个像乐众啦，还是 7-11 啦，像即种便利超商，因即马一定有聘偌济人大家敢知？一定有10%拢是外国人即个外劳搁一个数字足惊吓的，就是29人诶，日本人对一个外国的即个劳工日本人的即个高龄化的社会比台湾搁较紧。因嘛足早就开始咧就这个外劳的政策咧做探讨因甚至嘛做一个做法，就是讲因即马要开放，互外劳唔定是讲伫遮咧做 part time 的来一个3档5档就要叫伊转去，唔是。因即马新的制度就是讲，你若有够优秀，我甲你每一个时间伊就分，就是1级甲2级。1级的部分就是你一届签证会当5档满，我会搁甲伊评鉴一道。你若真正足优秀的，你变主管，你会当伫遮变成2级的。你摕到即个2级的身份了后，当然因有一个考试的过程你若摕到，公司嘛爱认同。摕到了后，你甚至会当讲，你会当摕到日本的即个永驻的身份啦，就是你会当摕日本的即个身份，你会当摕护照。为什么咧？因为因希望会当留落来，就是好的人才。未来的社会咱遮的国家来讲拢是囡仔愈生愈少。我嘛感觉讲，应该台湾咱的囡仔遮尔优秀，应该爱行啥？爱互因去行即个管理，爱互因去
惊用头壳的工课，啊，另外咧需要一寡基层的工课，咱会当对别个国家来甲引入来，引入来了后，咱慢慢啊甲培养，有一天伊嘛会当变成咱一个足重要的一个生产的一个一环呐。所以咱要啊讲吼，日本和台湾的即个差异吼，其实因拄着的问题，和台湾拄着的拢共款。只是讲，因比咱搁较早，甲即个外劳的政策哦，做甲搁较圆满。其实咱即摆台湾吼是4个国家会当引入来啦。伫咧日本吼，因是会当有10几个国家自力来选，而且因的行业别吼，那是真多元呐。所以我感觉讲，这嘛是吼，咱会当借鉴的，因为伊和咱日本和台湾吼足像的。啊，因拄着的情形嘛足像的，啊，即马吼，就等于我想要请教哦，就是刚才有讲到讲哦，日本伊开放的这个国家吼，外籍移工是超过10个嘛，吼，10个国家。啊，台湾其实目前才4个国家尔，吼，就是讲你看这日本的这外籍移工，伊无共国家，伊所做的行业敢有差别，还是讲其实你所看到的是啥物款的情形咧？我捌吼，我有一个足好的朋友吼，伊是做即个外交部的副部长。伊伫咧2018年的时，我有一头拍电话互伊，伊甲我讲一句话，我甲伊问讲你伫佗？伊讲啊，我即马伫缅甸啦。我讲你来走去缅甸？伊讲我煞咧搁要辽国咧。伊讲我甲伊讲为虾米？伊讲因要爱的就是佛教国家的员工，因为因感觉佛教的员工较袂有诶无诶代志遐尼多。即马头久主持人咧问我讲吼，因敢有讲特别对行业，我感觉因真有趣味诶，就是讲吼，因即马诶行业一定开放甲吼，你一定没有办法想象诶。迄长照是基本款啦，吼，其他佫有讲像迄个铺草诶啦，挂迄个也是讲吼，伫咧北医咧做医护诶啦，咧话较高级诶，因拢一定引入来啊。对因来讲吼，只要因符合。吼，你入来即个外劳的条件，符合因的对即个行业的要求，吼，因其实拢是真愿意来甲引进入来的。是咱为什么咱台湾吼会开放的这国家数会遮少？咱的考量是啥物？啊，台湾敢有适合开放？应该是讲行向自由开放即个方向来行。其实吼，即个外劳的开放吼，拢会针对着啥？就是讲吼，国家和国家伊中间吼，伊这嘛是一个会当摕来讲啊歹听啦，有那是一个会当谈判的一个筹码啦吼。所以讲，咱台湾吼，即马目前是4个国家，其实伫咧即2档吼，佫有一个国家，大家嘛一直拢咧讨论的，就是印度即个国家，咱嘛一直希望讲，咱透过吼，咱台印的一个协定吼，会当互印度的即个移工吼，会当来台湾来做工课。啊，像日本吼，因的做法嘛是一个国家，因去看，因感觉即个国家对因的人民吼，对即个日本来讲，因有帮助。第二，伊即个国家的人民吼。对日本人来讲，伊接受度是有诶。从一开始，伊嘛是有拄着讲吼，伫咧即个服务业吼，比如讲伫咧餐厅吼，咧倒即个咧捧盘啊，咧送菜遮诶人吼，一开始伊嘛袂当接受讲啊，迄对即个迄个巴基斯坦啊、印度来诶遮诶人，啊是讲即个孟加拉吼，因这吼因诶国家诶皮肤吼看起来和咱较无像吼，因一开始嘛是拢希望讲爱用着即个和咱共款洗做，比如讲越南啦，吼，啊是讲像即个迄个中国啦，吼，啊是越南迄个即个咱遮个国家吼，东南亚个国家，迄皮肤较白吼，因较爱用。啊，毋过即几冬因的观念嘛拢改变啦。为虾米咧？因发现讲，只要是人才有符合政府吼，也是符合阮公司的要求甲规定的，我嘛真愿意甲训练。只要伊会当甲我的工课做好好势。啊，至于讲要开放啥物国家，即一开始的即个吼，算讲选择，即互交互国家来做即个选择。啊，互国家做一个全面的即个检讨了后，较来用入来国内啊，互因全面来做迄个外劳引进的即个选择。所以我想，对台湾来讲吼，其实吼，咱有那诚济会当来甲即个日本做借鉴，因为因伫咧2025年吼，65岁以上的天产人口的1/3啦，这是一个真恐怖的数字。啊，毋过诚济人嘛知影台湾即摆的情形，咱囡仔佫生了比因较少哦。
咱比日本生佫较少，所以咱要变成讲哦，这个高龄化、超高龄化的社会吼，其实吼，阮也是连伊就看会到的未来。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先稍等一下，好，咱先棚内个做一个讨论一下哈。我想要请教秘书长哦，就是讲头先局长讲，其实日本哦，伊开放国家是足侪的吼，啊就伊来观察嘛是状况嘛是袂歹的对啊。但是伫台湾哦，咱即马咱先来看一个比较，台湾即马技术劳工吼到2025年的时阵吼，即马是4.3万人，4.3万人啊。即马佫增加讲理管业甲码头业。伫日本的部分呢，伊即马是28.4万人哦。伊预计未来4年，应该是讲佫3年哦，伊就开放82万人咧。啊，伊开放的类别吼是汽车维修、航空运输、林业等等吼。伊佫要增加这物流啊、仓库管理啊、废弃物的处理等等哦。你看伊的薪水。日本的部分是制作业是4.1万，家庭看护工是4.5万。伫咱台湾的部分，制作业是3.2万，家庭看护工是2.4万哦。所以咱来看日本甲台湾的移工政策吼，这当然这薪水有差哦，啊这开放的这类别嘛有差哦。你来看，大家拢欠人啊，啊台湾敢抢会着人？其实台湾吼，伫国际的地位甲局势是足歹啊。其实，这几年政府足认真去找咱讲的来源国。当初局长讲到讲，前一阵子咱为着印度的代志，其实足侪人伫反对。这是讲咧引进一个国家吼，其实有国家的问题，比如外交，咱有一个外交上大限制，你还先问过咱的厝边有同意无？这是咱足奇怪的代志。那第二点是讲文化，咱对一个国家的文化有法度融入无？像当初局长讲，伊的好朋友去缅甸哦，要找佛教，就讲哦，可能在文化上或者生活习惯上，我们比较能够接受。另外，除了印度，讲起来大概就是比较错误关系，所以就拍摄，所以来源国很有限。所以台湾的来源国局限那边。那现在比较，等到主任地门讲，这干嘛？讲缺工是全世界的状况，特别是在日韩这几年也开始在抢外籍移工这一块。那他们的来源国都有10来个，相对台湾的那寥寥4、5个，真的很可怜。那他们在一些的移工的政策上，比咱台湾更开放。所谓开放移工制度上，比如讲，以一寡应该讲啦，但对局长分享一下哦，其实日本在早些年对外籍移工还是不允许的，但是因为伊的愈来老龄化愈来越严重，要伫看护啦，到今卖迄个所谓的迄个便利商店哦，它开放，其实它开放最大的类别还是在留学生。他透过一个他们因讲一个资格外的方式的，讲万一来日本语言啊，语言了你人去打工，但是因对学生去打工起来，因是有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很开放很多，所以因不然底下便利商店那个所谓的比较纯劳动力的哈，很多都是所谓的外籍学生，都是外籍学生，但是他的人口老化很严重的时候，基本上他现在以某程度是嘴巴上不讲，在刚才主持人讲那些类别里面的所谓的基础性的劳工，他也不得不开始开放了。那也是现在台湾你必须思考说，我们对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就是说盘点过，尽量不要到现阶段，那你现在不愿意投资产业，那要不要大胆的先开放？因为这是一个产业竞争的问题。第二点，外劳引进问题，而且在外劳的权益上，比如说韩国跟日本提出很多很方便，比如说因为雇主转换啊。留才的方式啊，都比台湾来的一个弹性更大，所以当然企业上还是些稳定性，你来家你也更老的来不，而且手续很繁杂。你如果很繁杂稳定性，我就不愿意投入太多的成本去教育你、培育你，因为你早就被造了啊。但是你也不按那走，你的服务品质都没开，所以现在跟日本比起来，就是说我们在整个外劳的一个政策上，我是觉得还不够开放。但是我的不够开放，并不是说要牺牲本国的劳动力，而是这可以相辅相成。比如说我在劳资薪资待遇上，或许我跟雇主团体不一样，我觉得薪资是要一致的，因为一致代表说你这个产业是有竞争的，你不是透过降低的一个劳动力成本而增加你的产业竞争力，而是你愿意花更多的心血去制造更好的服务品质。那你可以制造出所谓更多的中高端的一些管理人才，那就会符合局长刚刚讲的，我就可以让台湾人可以引入那些。那日本跟台湾有不一样的，讲因外劳引进来的时候，比如说咱台湾早期啊，也有类似来台湾念中文，然后就去打工，用建教生工读生的方式，但是比较不一样，日本因为他们要吸引外国的劳动力进去的时候，
在这方面是由政府来规范，甚至由政府要求企业主要去赞助，甚至政府去提供相关的帮助，让他们取得相关的培训跟语言能力，确保他到日本的时候可以融入日本的文化。或许日本是一个比较封闭的文化，所以他们在语言跟习惯的要求上，日本它有一定的要求。那现在台湾在这个政策上，我想在某程度应该也有取经日本，所以他现在去菲律宾设一个所谓的境外的一个中心。但是我觉得它不应该是一个直聘机构，而是应该对旅馆业啊，或者以后可能看护甚至更多的产业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更基础的一个更严格的一个技能培训或语言限定，表示他进入台湾的时候，伊马上可以融入。你讲你超商很难呢，你讲你要讲来卖几块2块，像我即摆讲台语讲到袂认真，啊你啊南部，你讲要去超商，你讲你也对着南部的阿公阿嬷讲台语讲袂过来，你免用超商，无法度。伊可能无法度做第一线的工作，对吧？啊，但是咱即摆欠的是迄种第一线的。啊，你像那头家老板业旅馆业就讲，是清洁人员在缺，管理人有。其实咱各行各业所需要的这欠工的问题嘛是要有差别。有。我想要知影的是讲，咱所提供的这劳动环境哦，这或者移工的劳动处境啊，即马敢袂当互因感觉讲来台湾，是一个幸福的国家呢？这可能是咱甲日本、甲韩国伫抢人上重要的问题啦。其实台湾的人民哦，还是头家，还是一般百姓哦，其实咱对外来的人哦，其实拢友善的啦。但是问题是，因来遮吼，离乡背景来遮是想要趁钱尔。啊，但是当初是我之前也甲劳动部讲的讲，因为咱劳工限制太济，所以逼得有足济咱像讲即摆逃逸外劳有8万外人伫外口，为啥会逃逸外劳？因即摆形成一个文化来到遮，因就要出去。做干那因为咱对因太多限制了，从以前的3档啦，慢慢干嘛，搞到即摆安尼，即摆个中阶转中阶，中阶他又不是马上可以转，还是你告诉爱有提供的薪资的到某程度，伊该要转中阶，所以伊为着要留伫台湾，趁伊的钱。来抵偿以前要来台湾先付出遐个债务，伊不得已就爱落跑啊，就是安尼。啊，而且足侪台湾的家庭，比如讲看护这类，啊是像讲即摆咱讲旅馆业、民宿是无开放的，但是民宿难道就不需要清洁防护人员吗？那你会不会逼迫他们不得已去使用所谓的非法劳动力？因为因正常的管道因是请无，唔是无爱请。我先莫讲因的薪水是唔是因为低啦。就真正找无，你比如讲，等到台东，拢老岁啊，你要对人去变房间，无可能啊！啊，所以你之前你也无甲大胆的开放补充这劳动力，这些产业你讲咩？我们刚才讲，等到做成你要求讲，有法度，我这产业品质起来无？你都无人去做，免讲品质，连这样都无啊！你品质无得讲啊！所以我讲，伫迄个劳动权益上要一致，那你就不用担心以后品质好歹。是小胖导，你安怎看哦？就是讲，起码若讲咱更较开放。啊，台湾真正会当把这个缺口拢补起来嘛？其实我个人的看法啦，有比较才有伤害啊。你今仔无甲这外口的外劳入来了，咱的本身来讲，咱我品质都安尼。你若有比较的时阵，歹啊，我可能饭我袂芳的，我爱啊，我较认真的。我为着这个我也要讲国语，我也要讲台语，我也要讲英语，这个优势。比外劳来先较好了，所以咱有危机意识哦。当然一定要有危机意识，不能说常常讲哦，看人讲啊，那开放。我问你啦，你今仔人讲人外劳做比你较好，啊，你无请你本地要创啥？啊，不过较俗，搁较好的时阵，啊，你有比较已经就伤害。像当初对讲的，你今仔我饭店来做，基层的人无，好，你中间的这落遐个经理啊、管理人员有。但是你家人，无你叫经理去陪啊，经理敢变好？啊，即摆只有安那，像头讲，我只有去外口请讲，啊，迄哦，迄一个什么清洁公司的哦，啊，都咱请外劳吼，啊安那，你来帮我把一间房间我你200块来拼，啊，你搞经理也好，啊，我问你，啊，咱本地劳工呢，我就回去啊。这就是咱产业哦，一个咱这个产业哦，来这足大威胁。我请无人，但是别人要做，呢，人较俗，但是咱嗰个啦，啊这咁好，人别人要做，所以我有一个现象，你即马若政策甲开放落去，有较侪人来，有比较就有伤害，你就讲，我危机意识要有，但是咱来讲，我薪水比你较高，有政府徛遐补助，做啊个有一个公道表徛遐，你爱请偌侪人，我都去处理，啊我品质比人较好，我嘛爱讲，反正即摆变做外劳做我的主管了，会无？会，一定会，早晚的。所以我这个代志，咱的政府要徛一个叫
普渡立场，啊，家己公职立场，甲即个吼，即产业规个吼无合理的部分，规个挖起来，咱再来定处理。啊，无你即马讲安尼，即个砍的、迄个砍的，什么代志拢砍的讲啊，我安尼都有做啊，拢无效，代志慢慢来佫会佫浮起来。像董事长讲的，咱诶讲，咱为啥拢欠工？迄落疫情了，疫情了，咱到怎样？大家袂瘾做啊，大家拢啊，我无互管，我去走Uber，我去走较轻松的，我免互管，我就今仔要做倒塔。啊，即摆人佫生少，我拄啊，咱讲的阿公阿嬷，两个阿公阿嬷，啊生两对翁仔某，啊阿嬷说生一个孙，六个顾一个，我迄个哪，我哪去做，去做迄落去人拼啥？我厝有免啊，免啊啦。是。啊，不然我办互你做。你欠工的人，你当然即摆。所以可能观念的因为偌即移工礼拜有一寡改变，董事长你感觉讲，这是真好的，可能是较好的改变啊。我即摆是正经来讲吼，是爱感谢即个即摆讲观光局，即摆升等观光市嘛，观光市嘛。即嘛我多年努力啦吼，我写真侪文章，希望讲即政府会再重视讲即个观光局的即提升吼，而且市啊嘛，而且观光市。平常时讲，这个政策足好的，咱先求有，再求好啦。即摆敢会使呢啦，无观光业啊，即摆咱讲是恶性循环啦。实在是讲哦，政府立场上就是讲，在目前讲眼前第二哦，咱合法哦，尽量甲辅导，啊非法尽量甲取缔哦，这取得现在都慢慢和这环境和平衡啦。唔爱讲啊，你100个环境啊，才50个人去尔，是免啊平衡啦。请嘛伊无度请啊，这义工你要开放，啊都无咧人去啊，那有可能佫请个义工去，是毋是啊？像阮来讲吼，阮即摆是无法度吼啊，想办法讲再来建交合作哦，甲外国甲这印尼的这个观光好来建交合作啊，有申请这专业申请讲安尼有20个人吼，啊，阮会再输集，无遮学生来啊，阮都爱多翘翘，因为阮房间200几间也是要安做啦。个头家要聊咧做，做事嘛做袂好，人讲实在哦，所以讲政府吼开放，这咱爱甲肯定，这足无简单开放的，我知影哦，好，这是足困难的啦，这毋是讲你一个保证就我落开放哦，这种爱经过甲陈方照来开放哦，啊这也肯定。你感觉这敢会对着你本国的劳工吼，真正伊就是讲哇，即摆这是外国的朋友入来抢我的头路，啊，我得做较拼。较拼的，唔通这偷懒安尼。当然啦，当然有竞争，唔才有希望。啊，你无竞争，啊，都无竞争啊，我都爸爸妈妈留我一栋厝，我来买都有够食，我哪需要去拼创啥？是毋是安尼？这较早咱这代吼，像40年啊50年代的那个我们这个年代吼，我大家拢嘛普通拢嘛有1厝2间厝，啊，都袂轻来互囡仔食饱肚有啊。囡仔伊嘛是讲我免做啊辛苦啊，阮这时代甲恁个时代无，看恁个时代安怎辛苦。我嘛不会相信，我都无看到啊，是不是啊？我唔知讲恁辛苦是对咱辛苦啊，其实安那辛苦来，他们都不会在意啦。但是安尼，咱本国劳工的这个劳工的权益，敢袂受影响？咱来同时来对待，实在是台湾人足好的啦。对待，由于讲啊，你对待，莫讲你为这个台湾啊啦，你个为大陆来，人嘛对你足好的啊。只要你莫有这恐怖想法。想讲要甲咱架起啦，想要甲咱统战啦，啊想讲要对咱国家不利啊，这恐怖分子、这恐怖分子哦，咱台湾人是足善良的，咱对着外人足好的啦。啊，所以互因即摆有这竞争力，有这竞争力，这爱界定讲这第二就是安尼大门大放，啊要关则来关嘛，啊要来散线，要来安尼过滤则来过滤嘛，咱是个大门大放。啊了就自然会过滤嘛吼，到底安尼好啊，安尼好就找一个讲真好的政策来步入这个中期，中期再个长期，当然啦，劳工来遮伊若多久，我想要入你的籍，要摕你的绿卡，要摕你的身份证，那么爱开放互人，因为多1年嘛，甲咱在通话嘛，咱都也无人要生啊，是毋是啊？这个是国安问题啊，这都后摆你中华民国这台湾。你都无人去，是要都变一个国家，如果国家变成小国家去，小朋友去，咱这是一个泱泱大国啊。是，我想要请教这局长哦，就是讲，起码拢真正也开放，啊，你感觉台湾吼，甲日本、甲韩国比起来，咱有啥物条件咱去移民权益来咧？治安哦，我讲一句实在话，真正是伫遮个国家比起来哦，台湾的治安是真正做了真好啦。
所以咱有一寡搁有咱对员工嘛是真好啦。搁来咱食食，伫即几个国家来讲，台湾的食食搁台湾伫遮生活所需要的即个费用比起来，其实是比即两个韩国甲日本即两个国家搁较俗的。所以咱即几个本地咱国家就有的即个优点，我感觉就是一个，有那是一个咱对外会当做足好的，咱讲一句话叫做大外宣啦。另外过来就是讲咱要互遮个人留会落来头拄仔地党的嘛有讲一寡，其实我嘛有头前我嘛有讲着讲日本的政策，因就是有，你若是优秀的，我着甲你留落来做咱遮的国民变成日本人就对啊啦，伊地当摕用住啊。台湾其实咱伫这移民的，咱这个移工要转成未来我们的真正国家的这个基础的劳动力，无人这个国家就无成一个国家，咱需要这个劳动力来甲斗相共，所以这在方面爱。